新聞局委託獨立機構就修改出版法同埋視聽廣播法進行民意調查，但有新聞從業員就擔心研究結果會收窄新聞自由空間。負責民意調查嘅機構就強調，佢哋會為社會帶嚟一個公開、透明嘅公眾諮詢過程同埋結果。獨立研究機構喺下週中展開以電話訪問形式訪問2000名年滿18歲嘅本澳居民，之後從中抽出300個市民，形成一個具有代表性嘅社會縮影，出席參與對法案嘅討論會，同埋向有關專家同埋官員提問。有新聞從業員認為，該法案具有一定嘅專業知識，擔心普通嘅市民未必能夠了解清楚。亦都擔心研究嘅結果會收窄新聞自由嘅空間。負責研究嘅機構話，佢哋引入嘅雙議式民調就係想為社會帶嚟一個公開透明嘅公眾諮詢過程同結果。而法案將來發展係點樣，佢哋冇權控制，亦都唔能夠控制。我哋其實最大嘅嗰個任務咧，就係話點樣去引入一個最能夠公開透明同埋科學嘅方法咧，嚟到去揾出市民大眾同埋專業嘅業界咧對呢個問題嘅一個睇法。而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就認為，研究機構同委託單位應該要尊重研究嘅獨立自主。咁變咗能夠係由一個獨立中立機構去做，然後當然有乜嘢嘅進步或者缺失咧，都由佢哋承擔。咁就即係所謂背後嘅委託機構啊，或者係參與機構啊，就唔好指指點點咁樣啦。而喺90年代澳葡政府時期，曾經提出制定出版法，被新聞界強烈一致反對，由官方設立出版委員會，同埋制定新聞記者專業守則。澳門電視台記者何漢勝報導。